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那些看起來最沒意思的公司，反而能讓投資者賺到最多的錢？為什麼查理·蒙格這位億萬富翁會告訴我們，遠離那些光鮮亮麗的科技新星，轉而去投資那些肉磚頭做保險的無聊企業？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引起來完全違反常識的投資智慧——蒙格的反常識投資哲學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們要深入探討查理·蒙格一個非常有趣的投資理念。蒙格是誰呢？他是沃倫·巴菲特幾十年的黃金搭檔，兩個人一起把伯克希爾·哈撒韋從一個快要倒閉的紡織鵪變成了市值超過7000億美元的投資帝國。但是蒙格有一個觀點特別讓人意外，他總是說不要去追那些看起來很酷很有前景的公司，反而要去買那些聽起來無聊到讓人打哈欠的企業。這聽起來是不是很奇怪？我們打開新聞，到處都是關於某某科技公司要改變世界、某某新創企業要顛覆行業的報道。大家都在談論元宇宙、人工智能、區塊鏈這些聽起來就很未來的東西。但是蒙格卻說，真正能讓你賺錢的，可能是那些生產地磚的公司，或者是做汽車保險的企業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讓我們慢慢往下看。什麼是無聊公司？首先，我們要搞清楚蒙格說的無聊公司到底是什麼意思。其實這些公司一點都不神秘，他們就在我們身邊。想想看，你家裏用的水泥磚塊是從哪來的？你開車時買的保險是誰提供的？超市裏用的洗衣粉、衛生紙又是誰生產的？這些就是蒙格眼中的無聊公司。這些企業有幾個共同的特點：第一，他們做的生意非常簡單，就算是你的爺爺奶奶也能聽懂他們在做什麼，不需要什麼高深的技術知識，不需要理解複雜的商業模式。第二，這些公司生產的東西是人們每天都需要的，不管經濟好壞，大家都要刷牙洗臉，都要合房子修路。第三，這些行業已經存在很多年了，不是什麼新鮮玩意人。伯克希爾·哈撒韋的投資組合裡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，比如說起司糖果，一家肉巧克力的老牌公司，從1972年就被收購了。船有 Burlington Northern Santa Fe 鐵路公司，這可是運貨的火車公司，聽起來是不是特別傳統特別老牌？但就是這些看起來毫無新意的公司，年復一年地為伯克希爾創造穩定的現金流。為什麼有前景的公司反而危險？現在我們來說說另一面，那些看起來很有前景的公司到底有什麼問題？其實問題不在於這些公司本身不好，而是在於當一個公司被貼上有前景這個標籤的時候，會發生一些很微妙的變化。首先，最明顯的就是估值問題。當大家都覺得某個行業是未來的趨勢時，投資者就會瘋狂追捧，股價會被炒得特別高。我們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的時候見過這種情況，很多網絡公司連盈利都沒有，市值卻能達到幾十億美元。結果呢？泡沫破裂之後，90%以上的這類公司要麼倒閉，要麼股價跌到只剩零頭。再來說說競爭的問題。當一個行業看起來很賺錢、很有前景的時候，會發生什麼？對了，所有人都想進嚟分一杯羹。突然之間，你會看到幾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在做同樣的事情。大家為了搶市場份額開始打價格戰，利潤空間越來越薄。就像前幾年的共享單車大戰，最後留下來的企業寥寥無幾，而且很多都存在虧損。蒙格特別警惕那種需要不斷燒錢、不斷創新才能生存的行業。
因為在這種行業裏，你今天的技術領先，明天可能就被別人超越了。你投入大量的研發費用，但不確定能不能轉化成實際的利潤。這種不確定性對於價值投資者來說就是一個大麻煩。無聊公司的隱藏優勢，那麼這些無聊的公司到底有什麼魔力呢？讓我們仔細看看他們的優勢。第一個優勢就是穩定性。想想看，一家生產水泥的公司，它的產品需求會因為什麼新技術而突然消失嗎？不太可能。只要人類存在建房子修路，水泥就會有市場。這種需求的穩定性是非常寶貴的。第二個優勢是這些公司往往有很深的護城河。什麼是護城河？就是讓競爭對手很難進來闖你生意的東西。比如說一家地方性的廢物處理公司，它已經和當地政府簽了長期合同，擁有所有必須的牌照和設施。新來的競爭者想要進入這個市場，需要投入巨大的初次成本，而且船不一定能拿到政府符合。第三個優勢是可預測性。這些公司的財務報表年年都差不多，不會有什麼大起大落。對於投資者來說，這意味着你能比較準確地估算出這家公司未來5年、10年能賺多少錢。而那些科技公司呢？你很難預測它3年後船會不會存在，更別說賺多少錢了。蒙格船特別喜歡那些有定價權的無聊公司。什麼叫定價權？就是說這個公司可以在不失去客戶的情況下提高價格。比如可口可樂每隔幾年漲一點價，消費者雖然會抱怨幾句，但還是會繼續買。這種能夠抵抗通貨膨脹的能力是非常強大的。真實案例說話，我們來看幾個具體的例子。巴克希爾在1998年收購了 General Re 這家再保險公司。再保險聽起來是不是很枯燥？就是給保險公司上保險的公司，但這是一個利潤穩定、現金流充沛的好生意。雖然收購價格高達220億美元，但這筆投資為巴克希爾帶來了持續的回報。存有 Precision Castparts 這家公司，專門為航空和能源行業製造金屬零部件。引起來沒什麼特別的對吧？但這是一個技術門檻高、客戶粘性強的行業。2016年，巴克希爾以370億美元收購了這家公司，因為蒙格和巴菲特看重的就是它的穩定性和行業地位。反過來看那些追逐熱門行業的投資者表現如何？在2021年，很多投資者瘋狂追捧那些所謂的高成長科技股和新能源概念股。到了2022年，這些股票平均跌幅超過60%，有些甚至跌去了80%的市值。而那些無聊的消費品公司、公用事業公司，雖然漲得不多，但也沒怎麼跌，投資者的本金得到了保護。如何找到好的無聊公司？說到這裡，你可能會想，那我該怎麼找到這些好的無聊公司呢？蒙格給出了幾個很實用的建議。首先是看這個公司的商業模式是不是簡單易懂。如果你花了半天時間全搞不清楚這家公司到底怎麼賺錢，那就放棄吧。好的投資應該是你能夠用簡單的語言向一個10歲小孩解釋清楚的。其次是看這家公司的歷史表現。一個真正的好公司應該在過去的10年、20年裡持續盈利，而且財務報表應該很健康。不要被那些突然爆發的新公司吸引，要找那些已經證明自己能夠穿越經濟週期的老將。船有一個重要的指標是看管理層。蒙格非常重視公司管理層的品格和能力，他們是不是腳踏實地做事，全是喜歡吹牛畫大餅，
他們是真的在為股東創造價值，全是只關心自己的股票期權和獎金，這些都能從公司的年報和公開信息裏看出來。最後就是價格，再好的公司如果賣貴了也不是好投資。蒙格的原則是要有足夠的安全邊際，就是說要在公司真實價值的基礎上打個折才買進去，這樣即使你的判斷有些偏差，也不會損失太多。例如，投資的真正智慧，我們總結一下今天說的內容。查理·蒙格的投資哲學其實就是回歸常識，回歸基本面。不要被表面的光鮮亮麗所迷惑，不要追逐那些聽起來很酷但實際上充滿風險的投資機會。真正能讓你財富增長的，往往是那些看起來平淡無奇，但是有着紮實商業模式和穩定盈利能力的公司。這種投資方式可能不會讓你一夜暴富，你也沒辦法在朋友聚會的時候吹噓自己買了扎摩前沿科技股。但是長期來看，這種穩紮穩打的方法能夠保護你的本金，讓你的財富穩步增長。就像蒙格說的，投資不是要顯得聰明，而是要避免做傻事。記住，在投資的世界裏，無聊往往意味着安全，穩定才是長久之道。下次當你看到某個熱門股票漲得飛快的時候，先停下來想一想，這是真的好機會，全是一個等待破裂的泡沫，也苦那個默默無聞的無聊公司，才是真正值得你關注的投資標的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有幫助，記得點讚訂閱我們的頻道。下期我們會繼續分享更多關於價值投資的實用知識。我們下次見。